Eason 係，你都好耐冇拍港產片喎，係咪應該多啲支持下香港電影咧？其實我係咪你聽我講啊？其實我係好中意拍戲嘅，因為一齊做嘢好開心。但係我做 tour 啊，過去嗰3年都係一路係咁。咁你又咁得閒打網球？唔係，你聽我講先。我打網球咧要 keep fit 咧，要keep 住個體重，即係如果唔係啲衫着唔落 keep fit，我成日見到喺個 club 度食嘢喎。你聽我講。一齊企硬支持香港電影。咁難得今晚有呢個機會希望大家在座嘅所有朋友同我一齊，我哋集氣結集呢個力量，一齊做好嘛？我哋要做一個我有個好重嘅任，要做一個好盛嘅舉啊！大家一齊做呢個盛舉 ，OK？ 將會成為2026最潮嘅雨 ，OK？ 導演唔該，大家準備啊！一齊做喎，真係一齊做喎！仲有熒光幕前面嘅朋友係一個千幾萬人，預備 ，Action！ 聽我講，一齊企硬支持香港電影。好，我哋成功咗。keep 住呢份力量，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睇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嘅得獎名單，去片。榮獲提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包括周麗婷、CM Groovy、馮穎琪、世外。朱雲編《他年他日》，崔展雄《再見 UFO》。阿 Ken 啊 ，Ken！坂本龍一 Nate Colony 風林火山。陳光榮、陳永健、黎明朗、尋秦記。好啦，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得獎者坂本龍一 Nate Connolly 風林火山。今次係坂本龍一第2次奪得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，而 Nate Connolly 則首次獲獎。我代兩位好多謝，好多謝金像獎。呢個獎項我感到好開心，但係同一時間亦都係好沉重嘅一個獎項。首先Nathan，this for you。Nathan 係由我喺
電影工作第一次做導演，由僵屍開始去到風林火山，佢已經係我一個最好嘅拍檔。但係佢而家身處英國，所以佢嚟唔到。另一位係一個我非常尊重，亦都覺得係我人生裏邊最感到榮幸可以合作到嘅一位前輩，一個朋友，坂本龍一先生。我記得拍緊風林火山嘅時候，我同佢聯絡上，我好希望佢可以為我呢部電影一齊去合作陪我。當其時佢喺紐約，佢同我講，佢話佢當其時身體唔好，已經 travel 唔到去一個咁遠嘅地方。我哋之後相約咗喺東京見面，而佢坐咗喺我面前，連續咁樣彈咗6個鐘頭。我記得佢仲同我講一句説話，佢話：如果個方向唔啱，你就立即剎停，我就會即刻去轉另外一個音樂風格。我覺得我哋可以因為呢個 project 而合作到，係因為佢亦都講過，就係佢對一個落雪嘅地方感到好大好大嘅興趣。但係喺佢晚年嘅時候，佢嘅身體已經唔可以再去一啲極度寒冷嘅地方去睇呢個拍攝。咁所以呢一個獎，我代佢哋2位多謝大家。Sakamoto 生好似呢部電影嘅對白一樣，散聚有時。Thank you。